拉基书1:11老子曰：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道德经混成章第25。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，无极老祖，无生老母。黄母天父，天上的父也，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，上帝真神。阿拉真神主，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，明上帝造真理。老母娘慈训明灵义电光，上帝赐而珍宝藏，无量慈怀传一旨，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，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，复贤良三界法，与慈云布十方，共沐朝母娘，万灵归根乐欢喜，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。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，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，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，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，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，且是内在的明。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，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。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，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，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。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，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。在人而言，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，如帝尧之大仁，虞舜之大巧，夏禹之大功，文王之大德，周公之大才，老子之感应，孔子之忠恕，释迦之能静，耶稣